世界冠軍球會杯嗰邊，即係日本嗰邊踢一單一場嘅賽事，你咪輸咗嘅。好啦，睇下呢個基斯舒夫，哇！呢下嘅攔截係相當靚嘅嚇，諾定咸森林，呢個波當然越位啦。咁所以頭先點解講到就白蘭哥夫帶領嘅森林其實係咁傳奇性啊？過我哋見到好多嘅超級強隊去蟬聯歐洲冠軍，見之不少，或者好強嘅球隊攞聯賽冠軍去攞，但係一升班就上嚟就攞呢個歐洲冠軍啦，我真係接近見唔到。如果你話近呢幾廿年咧，最顯赫呢方面可能係帕爾馬嘅，佢哋由一路喺教隊組別一路升上嚟，一路升到上嚟之後咧，最後攞到啲歐洲足協杯冠軍，但係都未成為過，譬如歐洲杯賽冠軍冠軍，但係都未成為過歐洲冠軍球會或者歐聯嘅冠軍，未試過。咁呢個諾定咸森林呢，的確係一隊咧資歷好深嘅球會啦。咁佢哋都係英格蘭咧最早嘅球隊之一，成立於1865年，距離而家呢已經有141年嘅歷史啦。諾定咸森林將個波交過嚟中間，哇！呢度咧兩個打三個啊，咁紅衫嘅都兩個球員啊，都唔係話冇機會嘅呢下，都幾問啊！因為大家知道咧，其實喺歐洲嘅冠軍級嘅球隊咧，其實主體嚟講咧都係啲超級球隊嚟嘅。又唔係超級球隊攞到呢個歐洲冠軍，其實咧就好少。譬如話97年嘅多蒙特叫做唔係超級球隊就可能。仲有譬如話92、93，可能馬賽裏面好勉強，因為其實當時其實佢哋嘅資源都好豐富。咁仲有譬如話就係88年啦 PSV 啦，當時有羅馬里奧在陣啦 ，PSV 燕豪芬。咁又或者波圖間歇性啦，星隊試過攞過啦，86%嘅球季。咁另外可能就要數嘅就係維拉、森林啦，咁就係呢啲球隊。咁其餘嘅主要都係一啲咧，即係歐洲好顯赫嘅一啲強隊去攞呢歐洲冠軍。咁你話升班上嚟咁樣去攞冠軍啊，真係即接近冇可能咁滯嘅其實。因為由一個較低嘅組別去稱霸歐洲啦。如果喺現今足球睇咧，其實呢個係天方夜譚。咁另外咧，佢哋成立嘅球會時間佢哋而家141年啦，而加入到聯賽嘅時間咧，亦都係有114年㗎啦。佢哋1892年咧係首次加入聯賽。咁6年之後咧，佢哋又攞到咧就係第一座足總杯嘅冠軍，就係1898年。咁其實呢隊波都好善於即係話咧，真係喺好短時間裏面能夠攞到好嘅成績嘅。咁如果到白蘭哥夫咧，其實咧佢喺佢帶領嘅森林咧就75至93都係佢帶領嘅。咁我哋只係數咗啦頭嗰幾年嗰啲豐功偉績，之後咧有好多嘅東西咧都有冇決賽啊，或者係成為過一啲嘅冠軍，譬如話8990都仲攞過聯賽杯嘅冠軍，90至91亦都入過足總杯嘅決賽。咁91至92咧，仲有少少嘅表現。咁而白蘭哥夫其實喺04年去世啦。咁所以咧，當時咧其實亦都喺英格蘭嗰邊咧就引起咗好大嘅迴響同埋悼念嘅。咁事實上值得咧就我哋去紀念呢一位喺足球上面嘅傳奇人物啦，特別喺森林呢邊啊，諾定咸森林呢邊啊。好啦，咁呢邊咧查爾頓嘅森姆咧就被侵犯，呢個森姆咧亦都啱啱上場冇幾耐啫，佢係入替咗基斯舒夫嘅。而喺白蘭哥夫人生裏面最有趣一句説話咧，就係話咧，佢話咧每當有人問我攞中學會考啊，或者係可能所謂嘅高考啊嘅證書嚟睇嘅時候，佢話我咧就一定走上去樓上嘅閣樓搬晒自己啲獎牌落嚟俾你睇。佢話呢啲咧就係我啲證書啦，我冇其他噶啦。咁幾得意嘅一句説話咯。咁但係其實亦都反映咗咧，其實每一個人嘅人生咧，都要即係有一個自己應該走嘅方向咯。咁佢喺足球上面就揾到咗自己嘅成就，咁同埋注腳啊。因為每一個人咧，其實擅長都會唔同嘅。咁呢度唔係鼓勵大家唔讀書啊，絕對唔係咁樣。咁佢足球領域裏邊咧，亦都係表現得比較拔尖啦嚇。咁呢邊啲球迷咧就好開心啦。諾定咸森林主場啦，咁容納咧3萬多啲嘅觀眾啦，可以。咁最滿額嘅時候，佢哋曾經錯過咧就係接近5萬觀眾嘅。咁就係喺上世紀60年代嘅一場嘅頂級聯賽對曼聯嘅賽事。咁今日呢個球場咧就唔係話全部爆滿喎，有啲座位咧都未有觀眾。
咁啊，暫時嚟講咧，領先住查爾頓2球啦。咁啊，睇嚟查爾頓咧就好有機會咧，要跌埋心水咧，諗啊英超聯嘅嗰個保組嘅問題啦。咁同埋我哋國內嘅觀眾咧，亦都可以留意下呢條查爾頓啦，喺未來嘅賽事裏邊咧，英超聯嘅比賽裏邊咧，就極有機會咧會出現咧我國球員啊鄭智嘅身影。咁啊，鄭智咧已經係喺琴日咧已經飛赴倫敦咧去到查爾頓報到㗎啦。我都好希望喺今季內咧有朝一日咧會見到董方卓出現。咁啊，據聞咧就話費格遜亦都會俾好多機會咧俾阿董方卓嘅，因為好多人都其實唔係話好睇好咧董方卓喺曼聯嗰個情況，因為覺得曼聯哇咁強，有機會啊咁樣。咁但係其實我喺度所知嘅，其實曼聯其實都好睇得重董方卓，咁同埋覺得佢嘅潛質係好高嘅。咁希望佢有好好嘅發展啊！咁啊，至於鄭智咧加盟查爾頓嘅時候咧，當初咧去查爾頓嗰度試腳嘅時候、試訓嘅時候咧，就即係當時佢亦都過去叫做走場啦，唔算話試訓嘅，叫做兩相咁啦嚇。咁啊，係查爾頓嘅前任嘅主帥呢個尼斯列特咧睇中咗鄭智，就同意咧鄭智加盟。咁及後尼斯列特亦都係俾球隊咧解僱咗啦，再由而家嘅柏杜上任啦。咁啊，柏杜究竟欣唔欣賞鄭智咧？呢個就即係要值得咧去留意一下嘅。咁不過柏杜就放出風聲，佢話要睇球員嘅狀態表現如何。又再次影到喺看台上面啦，白蘭哥夫嘅名刻咗喺度，好多嘅球場咧都會咁做嘅。咁啊，柏杜嘅表態嚟都好明顯啦，即係話咧，如果係狀態同埋個水準好嘅球員咧，個個都機會均等，個個都同時有機會上場嘅，即係咁嘅意思啊！咁睇下鄭智，睇嚟咧英倫之旅咧就真係全要靠自己實力啊！即係喺呢啲咁嘅頂級賽事裏邊咧，要立足啊，有呢個立足之地嘅話咧，就的確咧就唔容易。咁我哋都希望佢能夠咧就發揮到自己嘅嗰個特長出嚟啦，能夠一路走好嘅。咁啊，去到全場比賽嘅尾聲㗎啦，咁睇下今次湯馬士啊，上一場之後都喺左路策動唔到一啲明顯嘅攻勢啊，查爾頓方面，安保斯再送直線，打翻撞牆，再撞埋嚟，安保斯咧大力咗啦。頭先阿羅文已經提過，其實咧森林嘅球場啦，就入一場最多咧就係一場過往對曼聯嘅賽事啦，嗰場波係入場嘅觀眾嘅總數咧就49,946。爆煲都好緊要，爆棚都好緊要。其實咁樣即係喺安全上面就唔係太理想嘅，當然。咁啊，嗰場波其實喺1967年嘅12月28號進行嘅，咁就係英格蘭甲組聯賽嘅賽事。咁嗰陣時嘅曼聯其實亦都有咧，其實以後往後啦譬如話做過曼聯嘅助理領隊，譬如傑特啊嗰啲球員喺度。咁當時其實好多嘅比賽咧都會出現咧，就係個球場坐到咧，啲觀眾坐到牆邊咁嘅狀況。我屋企仲有幅相，其實咧就講緊係阿仙奴對曼聯一個67年嘅比賽，咁啲觀眾又係坐到真係牆邊嘅。以前我哋廣州越秀山球場咧，有比賽嘅時候咧，都係嘅，坐到上去山頂嗰度嘅，真係好犀利嘅，爆晒棚嘅。咁至於森林咧，其實球會有部分嘅記錄咧，仍然都係即係由一啲咧大家熟悉嘅人嚟維持住嘅喎。咁代表森林踢得最多英格蘭國家隊嘅比賽咧，就唔係哥夫喎，係皮亞斯喎，因為佢代表英格蘭咧總共76次咁多喎。咁啊，呢度諾定咸森林咧，以往咧就最大嘅比分贏過對方咧，就係試過14-0贏對方嘅，亦都試過咧最大嘅比分輸俾對手咧，就係試過輸1-9。1-9咧輸俾布力般㗎，咁而14-0咧就喺足總杯第一圈嘅賽事裏邊咧就係創出嚟嘅。咁而過往其實咧就賣人賺最多錢咧，其實就應該係高利摩亞，850萬磅，即係當時嚟講一個天價嚟㗎，即係95年嘅時間啦。咁啊，亦都見到咧就係有一面嘅黃牌出現㗎嚇，就係俾咗咧諾定咸森林嘅14號球員啊尼斯達，咁亦都係後備入替嘅球員啦。嗱，講翻啦，嗰個球員嘅買賣，諗翻咧，其實雲荷當呢位荷蘭嘅國腳都係曾經加盟過呢度諾定咸森林嘅。咁啊，當時咧就係諾定咸森林都以一個好高嘅價錢咧，450萬磅咧，當時都係創咗球會嘅紀錄咧，就係購入呢個雲荷當嘅。咁當時就係由呢個些路迪咧買入。咁啊，揸時間咧，同大家報下其他啲嘅比賽啦。咁車路士咧就贏呢個馬格斯菲特啦。
馬車士菲爾德啦，諸如此類啦，6-1嘅比數啦，即係好肯定可以晉級。另外黑池咧就亦都贏到呢個艾迪索特咧，就4-2，亦都臨完場咧亦都應該可以搞掂。水晶宮2-1贏緊史雲頓啦，打比郡2-1贏緊呢個域斯咸。保隊亦都可以晉級噶啦，4-0贏緊呢個唐加士打。後城同米杜士堡1-1嘅噃，咁啊士堡係贏唔到嘅。咁富咸作客2-1贏緊呢個李斯特城。咁此外咧就彼得堡咧同普利茅夫係1-1，普利茅夫嗰邊踢少個嘅。康斯茅夫仍然1-0贏緊呢個韋根。普雷斯隊亦都1-0贏緊打少個嘅新特蘭。干士伯流浪同盧隊2-2。史雲斯咧作客就贏緊呢個英超嘅石飛聯3-0嘅，都肯定可以晉級。咁修安連1-0贏緊班士利啦。修咸頓2-0贏緊呢個托基聯啦。咁福特咧亦都應該可以晉級到3-1贏緊呢個史托港。咁西布洛亦都應該晉級到3-0贏緊列斯。咁睇下呢邊究竟發生咩事咯？哇，估唔到咧！睇嚟咧，伯明翰嗰邊應該追和喎。咁喺賽仔裏邊咧，我哋睇翻嗰個臨完場前或者係即係去到比賽末段嘅入球啊，一個好靚嘅轉身嘅抽射啊！伯明翰咧對紐卡素嗰場賽事，睇嚟要擇日重賽嘅機會咧都相當大啦。咁而呢邊咧就冇。